出這距離，差一點我們也會飛。如果說時間寬裕的話呢，比如說像排球啊，跆拳道呀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我们这个游泳馆现在正在进行扩充我们学校的，提升我们学校这个孩子的综合素養。這幾年呢。你笑容早應已逝去，當初的衝天志有沒有漸踏碎？是那些不能言傳的夢，才令我裝蕩在未知裏。就算知歲月已經歸不去，仍邁步前往，往大世界出去。仍然要相信。800米的，1500米的。這裏會有相聚，求時間變慢，不想悲於成長。未了緣，我替你朝浪淘吶喊，聽聽有沒有被回響，青春怎會令創傷？仍然要相信，這裏會有希望，在最後盼我會像拍現了油花，擁抱着微風，然後再看哪裏會發現曙光。Jerry 冇人啦，依家唔使排隊嘅。而家唔使排隊啦，你入唔去。哇！你 Air 票啊？你咁遠，你有3級票啊？3票咯，冇啊，唔使3票啊。去廣東那邊。現在是什麼時間？向前行，由今天承諾我目標，為世界美好多一點，付出所有，仍然要相信，願意相信，仍然要繼續為有初衷。為世界美好多一點，付出所有。又等明天，明天再見。明天這麼遠，這樣令人想掛念。月色旁邊留一線，日後會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你着墨成圓天。我卻聚成圓圈，沉悶風景一息間變小說。隨這刻的視線，都只有蒙蒙春天。人夢中只得你是光線。這句話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啟齒，無人知曉的心意。很想接下去描寫初戀，又猶豫心思仍錯亂。想知我們如在櫻花都散落時，又會否剛好的中意，待你
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明天應該會再續這個小故事，月色還好，還可以，就是太想說我才失語無限次。這句話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啟齒，無人知曉的心意，很想繼續去遊這花園，來來回編織成故事。想知我們如在櫻花都散落時，又會否剛好的中意？讓我寫上我們的詩，如可以。但是你不寫我的小故事，留下我不寫你的詩，以後遺憾沒有戀愛一次。匆匆4月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終止，從來無牽手的章節，翻開了無數情節，到最後都沒有那些事。